Hello George，你好啊。Hello Athena，我想問下你對今年下半年物業投資市場嘅展望係點樣睇呢？我個人都覺得係積極而樂觀嘅。咁睇翻過去嗰2-3個月咧，除咗我哋一般所講嘅用家，例如教育團體啊、宗教團體入市之外咧，開始有啲投資者或者老牌家族都好積極咁入市。佢哋都會追求一啲比較高回報嘅項目，例如鋪位啊，或者啲零售基座啊，講緊6厘至8厘啊，甚或係一啲核心區嘅優質寫字樓。咁我哋公司一個啱啱都完成咗一單豪宅嘅成交，係山頂嘅獨立屋，都超過10億嘅。可見咧喺一個過去嗰幾年資產價格大跌嘅情況下，甚或有一啲價錢已經由高位跌過50%嘅情況下咧，啲投資者都適應咗個市場氣氛啦，都開始入市啊。咁所以我個人咧都會好睇好下半年，無論係工商嘅板塊又好，豪宅嘅板塊又好，個成交量都會顯著增多。所以我個人係好樂觀。你覺得 Savills 帶俾你最開心嘅係乜嘢咧？最開心咧就喺工作上咧好多嘅支援啦，不論係領導層啦、直屬上司個支援啦，甚或係你哋後勤團隊咧都俾咗好多 support 我哋，令到我哋喺前線上邊咧做嘢都好得心應手。咁包括咗直屬上司一啲好仔細嘅教導咧，都令到我哋係懂得去面對唔同嘅客戶嘅需求，咁可以將一個專業服務咧係帶俾我哋客人。咁喺工作或者人生上邊有冇一啲對你影響好深嘅説話或者座右銘呢？有㗎，咁一定就包括咗大老闆成日講嗰句從無到有啊，亦都包括咗我直屬上司成日講嘅代理一定要有自己嘅身份。咁呢兩個詞語，呢兩句説話咧，係絕對可以幫助我哋點樣去拿捏買賣雙方嘅心理狀態啊，去滿足到佢哋真正嘅需求啊，從而係達至一個物業交易嘅。